咁不如講下燈喉安裝工序先啦。燈喉有分明喉同暗喉嘅，明喉要用鍍鋅燈喉，裝明喉要注意過路箱同埋喉馬嘅位置，喉馬之間嘅距離要依照章程規定，而過路箱之間嘅距離就要短過10米，同埋唔可以有多過2個直角屈曲噶。燈喉要避免起之字或者馬肚，而且預就係伸縮縫兩邊嘅話咧，咁就要安裝有伸縮作用嘅配件嚟作連接啦。係啊，如果燈喉要油油嘅話，就要油好底面油先就好安裝啊。至於暗喉安裝咧，一般採用膠喉嘅。做之前咧，所有底箱要用發泡膠同膠紙封好至得噶。根據施工圖則，用釘同埋鐵線將底箱同埋過路箱牢固咁收緊喺樓面板上面，之後就可以將膠喉套入去接駁位置，平行嘅膠喉之間至少要有20mm距離，以便落石屎嘅。遇到伸縮縫嘅時候，兩邊都一樣要安裝有伸縮作用嘅配件，又或者採用暗喉轉明喉嘅方式跨過伸縮縫。記住，樓面喉一定要藏喺底面鐵之間。咁講完燈喉，而家就可以開始講下流窿嘅優質工序咯噃。流窿梗係要根據已經批核嘅綜合流窿圖，即係 Combined Builders Work Drawing 嚟做啦。套通準備好晒，就要配合紮鐵工序，用鐵釘同埋鐵線將套通穩固喺陣或者牆身板模裏邊。而過樓面嘅位置就要做好流窿箱，之後檢查佢哋嘅高低、水平同埋開線距離。仲要留意日後完成過樓面水喉嘅套通所露出嘅長度，而過陣同牆身嘅套通就要齊口。冇錯啦，咁安裝圓水明喉嘅工序又要點做法？你知唔知啊？知，同其他部分嘅消防工程一樣，要去到應有位置檢查有關嘅建築係咪已經完成基本修厚工序，例如批盪啊、油漆啊、瓦仔等等嘅。有未完成嘅就要通知總承建商做好晒佢。安裝圓水明喉要注意圖則顯示嘅水喉尺寸啊。先要用魚絲線喺天花同埋牆身，為水喉路線做中線參考，要注意同各行業互相配合至好。咁跟住又按施工章程安裝足夠嘅喉馬，清潔喉管外壁，將喉管同埋喉馬油上底油同埋面油，然後照施工圖則將喉料、絞瓦同選擇適合配件。注意喉管開瓦部分呢，要塗上批准嘅防鏽油，跟住就用麻筋同水喉膠布包好上瓦位置，接上合適配件，選用標準法蘭或者牙嘴配件嚟接駁喉管。如果係接駁吸拎水喉呢，就要裁定合適嘅水喉，喺要接駁嘅位置碌坑，深淺要依照廠方嘅指示，然後將膠圈套上，再收緊吸拎，咁就得噶啦。整個工序要注意喉馬、配件同埋圓水喉嘅穩固性，注意法例規定同設計嘅淨高，即係 headroom 嘅要求，特別係天花陣底同埋假天花嘅高度要求。記得唔同用途嘅喉管必須加上合適嘅顏色色帶作分類指示，並且加埋指示水流方向嘅箭嘴，方便日後維修至得噶。咁跟住就輪到講下安裝地下水喉嘅工序啦。按設計要求，藏地下水喉有分圓水喉同球脈鑄鐵喉嘅。嗱，開工之前記住檢查草鞋底係咪做好，必須注意法例規定嘅深度要求啊。另外啊，仲要依足施工章程安裝接駁，例如採用 Titan Joint、Mechanical Joint 或者 Collar Joint。所有安裝要求必須跟足廠家指示啊。所有接合位要有足夠承托。轉角嘅地方咧，就需要安裝石屎座嚟穩固喉路嘅。咁至於安裝消防街龍頭，佢個位置就一定要根據消防處批核嘅建築圖則嚟安裝先得噶。要留意所有閘制芯要符合水務署嘅要求，安裝深度唔可以超過500mm。